下載與登錄。1. 打開手機應用商店，搜索豆包，點擊下載並安裝。2. 打開應用後，支持手機號驗證登錄，無需拆複雜帳號，驗證完成即可進入主頁。豆包是一款 AI 智能助手類應用，主打多場景高效協助加輕量便捷交互，覆蓋學習、工作、生活三大核心場景，無需複雜操作即可快速解決各類需求，適合學生、上班族等不同群體使用。核心功能如下：智能問答，解答學業知識、生活常識、工作技巧等各類問題，回覆精準且通俗易懂，支持文字、語音兩種詢問方式。內容創作可生成文案、作文、評論、設計思路等內容，支持自定義風格、口語化、專業化等語篇幅，滿足多場景創作需求。多媒體輔助，支持圖片生成與簡單編輯、文檔總結、翻譯，搭配手機端操作優化，隨時隨地可使用。